愿你的荣耀充满在这里，愿你充满在此时此地，也吸引所有弟兄姐妹到你面前来亲近认识你。祈求主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聚会敬拜，让圣灵永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使那相信你的腹中都有永生的活水，永流不断，从永流出来。求主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敬拜。感谢祷告，靠耶稣圣名。阿门。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主题，是来操练圣灵的充满，让我们借着圣灵充满得到成长。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为什么叫恩典的时代？因为圣灵降下来，使我们随手可得。因为圣灵随时在我们身边，让我们支取从圣灵来的力量，好不好？我们站立起来，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让恩典降临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软弱要被刚强，你脚要成为祝福。让我昨天会刚强，今后成为祝福。阿门。下一个看见，还是别会看。一天来我都天长，奇迹成为体验，看见一天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你的能力不敌我，50年的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加油！
永远的青春，真永远的家庭，虽然充满我们中间，那些人生没有难成就的这一个远，永远的家庭，虽然充满我们中间，人间深处，怎样都变为青春。相信那远家庭，虽然充满我们中间，依靠着人生，没有难成就的是依靠。依靠着人生，没有难成就，依靠着人生。依靠着人生，没有难成，依靠着人生来宣告。依靠着人生，没有难成就一生。哈利路亚！我的赞美依靠你的人生，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主啊，你就在随时随地在我们的四周。主啊，你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啊，这个时候，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灵里面，让圣灵你来光照，慢慢敞开我们的心，来迎接你进来我们的灵里面。主啊，在灵里面，我们与主相遇；在灵里面，我们更多的亲近主、认识主、爱主。主啊，圣灵，请你来到我们会中，此时此刻，我们渴慕你的充满在我们心中。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你的灵让你牵引，在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的心经，你那能更新我灵，不让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的真理上。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我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将我的心经，你那能更新我灵，不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这里，我要追求你主，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的心经，你那能更新我灵，不让人与你相比，主
我们进入圣灵里面，让我们在圣灵里面得着圣灵的触摸，让我们再一次的开口来祈求圣灵复兴我们自己的灵，也复兴我们整个教会的灵，重新被复兴起来，用一颗火热爱主的心来侍奉他。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不只是祷告，你也可以自由来敬拜，用心灵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圣灵。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的心经历，你把我的心我里，突然的与你相比，主我愿望你永远，我敬拜你，在你的。我要追求你主，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的心经，你把那个心我里，突然的与你相比，主我要望你永远。我们相信对。再一次的，我现在还要追求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的心经，你把我心我里，突然的与你相比，主我愿望你永远。我敬拜你，在你这里，我敬拜你，在你这里。就是的，你说那个敬拜父的人，应该有心灵诚实来敬拜，因为这是主你所喜悦。也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的心灵诚实在你面前敬拜的那个瞬刻当中，主啊，愿你的灵亲自触摸我们，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今天上午在敬拜里面，圣灵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吹气，主啊，愿你向我们吹气，使我们的灵苏醒起来，让我们的灵被更新，让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更加的健壮站立在这里。主啊，这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被更新，而是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在整个的教会当中被你建造更新起来。我们仰望在你面前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来到神面前预备我们的心来奉献。在奉献的当中我们一样可以用这首歌的刚刚这首歌圣灵充满我心来一边来唱，一边来奉献。好，我们一起用副歌来唱在当中来执行奉献，我们请执事来实现。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的心经，你把恩更新我里，主人主你相比，主我要你永远，我敬拜你，在你的里。我们起来唱奉献的歌。
与耶稣是在新的里奉献，我要永远爱主靠主，日常与主同行，所有全奉献，所有全奉献，献于满我真的救主，所有全奉献。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请同志执事来报告。我们现在来用我们今天的金句记载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我们一起来念5遍。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的消息报告，我们今天是为了彰宣奉献主日关心代祷。那我们今天下午3点在园林开普教会有彰化城市祭坛祷告会，如果要去的话，在下午2点40分2点20分在教会集合出发。今天下午2点于彰基的蓝医生大楼B1楼举行教会宿务研习及书记的培训。那张中校喜的报告，青年部5月27日晚上7点，在和美教会有举办青年见证分享会。大专部的6月3号礼拜六早上9点，在彰基的南医师大楼B1举办教会的音响研习会。那在本会的消息报告，6月第一个主日还要举行洗礼。目前报名的小儿洗礼有信息是他爸爸是施上元，妈妈是投入的。那肢体代祷部分，为我们的主弟兄黄维国、刘俊元、蔡启堂、施文敦、张安 A、张安义、尤义峰、廖胜杰、郑义国。那我们的姐妹的部分就是我们为了康曼丽、夏丽玉、谢金满、林美华、杨桂花、谢淑贤、王小桃、刘丽珍、张淑珍、于是彩儿、林梦燕牧师。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圣经，记载在以弗所书5章15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别人，当像智慧的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莫林牧师讲的信息是圣灵充满超越成长。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在这成长年的当中，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在这个用圣灵充满来操练我们的成长。那我们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前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讲过4讲了，就用敬拜、用勤读圣经、用祷告、用默想来操练。那今天这一个圣灵充满，然后我们下一讲关于生活系列还会有用那个依靠圣灵行事，所以这2讲都是讲圣灵。那期待你能够在这当中得着帮助，而且我们下个礼拜其实就是圣灵降临节。那至于圣灵降临节怎么来的，可
想大家都知道哈，以新约使徒行传的那一群使徒，因为失去了耶稣了，他已经复活又显现，但是又不见了。但是当他们在那里很害怕，躲着祷告的时候，就是圣灵降临了。所以有人说，这个时代其实从耶稣离开了，回到天上以后，就是一个圣灵的时代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看今天的整个经文今天整个我们那个以弗所书的第5章15节的前面其实在这当中是劝勉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然后旧人就是巴拉巴拉巴拉很长的一串，然后要穿上新人，新人又是什么样的新人在这当中，那我们先来看看说这个旧人在这里写的大概有20项左右这一些事情我想我们看的都知道，这些都是坏的就不好的。那神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些事情你要尽量避免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对你来讲的话是不是容易的事那我觉得有一些是属于在灰色地带的，你可能要谨慎你可能不会去讲那一种非常苦毒的话或什么的，可是你可能会讲讽刺人的话那个应该就是在跟苦毒归在一类然后戏笑的话可能不是，但是可能你常常不是幽默，是喜欢开别人玩笑我觉得那应该就是戏笑的这一部分，因为会让人家不舒服可能喜欢去打亏台语讲打亏就是可能拿他的短处，或者是拿他自己不喜欢的，可能那一个人他常常有一些对他来讲是他的生命的弱点，然后你去说他我觉得这都是在这当中所以我们其实要小心，因为当你落入在那当中，你可能就会在这救人的部分没有办法我记得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说，他们全教会都在练习怎么样说造就人的好话，结果有一天他的儿子就跟他说：“妈妈，那一个阿姨呀。”然后以前那个阿姨她就是很胖的阿姨嘛，结果他的孩子那时候就在想说，我该怎么说造就人的好话？他说：“妈妈，那个阿姨打电话来了，那一个不太瘦的阿姨。”所以这个妈妈跟我讲了，我觉得很棒那个妈妈当然心里也很高兴，说她的小孩有在努力她就没有用原来就是说，那个大颗的阿姨，那个长得胖胖的阿姨都是那个不太瘦的阿姨所以期待我们在这一部分都能够说造就人的好话，然后能够进步你看，在圣经里面，他讲到新人的话他就说你要说实话不要含怒到日落等等。我想这我们都知道，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怎么做得到重点是我如何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是能够胜过那个救人。其实到如今我们说成为基督徒，你要接受耶稣得救就是一下子而已啦。你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我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那是一生。但是你再来的那个成圣之路是怎么样？一生之久。因为那个救人一直都怎么样，哥哥你他不肯离开你，因为在救人当中很习惯，而且就在那当中。但是我看到保罗他就一直叮咛他说你这睡着的人要醒过来要从死里复活。哇，死里复活表示怎么样？我们在救人当中的话，我们的灵就是死去。所以弟兄姐妹要谨慎。谨慎什么？谨慎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常常去查验。所以我记得钟牧师他最喜欢讲说基督徒就是最会反省了，常常会思考，我到底这样子的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是不是上帝要我这样子做的特别我们在长老会的弟兄姐妹，暗暗的在思想的这一部分是应该是也很出名的就是算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传统，我们很能够在这当中来反省那今天的经文其实
就是短短的这几节哈，我们再来读一次，然后下面牧师会讲很快，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分享。那我要如何来过我的圣灵充满的生活，好不好？我们再来读一次，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阿们。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你刚刚在读的这当中，有什么是触动你的心的？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吗？或者是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我爱惜光阴吗？我觉得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要爱惜光阴还真的不容易哈。常常一滑手机，以前张师大的学生跟我说，牧师，我实在是一滑手机哈，就一进去可能就1-2个小时了，因为不小心从这里，然后他又跳出一个东西来，他又进去那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共同在这个时代都有一个挣扎，就是怎么样的精简。当我在使用找资料 Google 搜寻器的时候，加上现在那种干扰，也不能干扰，就是很多广告越来越多的时候，真的是你要懂得是怎么样去拒绝，要拒绝。今天我们经文里面有说到8个要啊，你要谨慎行事，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把握时机，因为这世代邪恶。那在后面的这5个要是什么？来，我们一起读，来，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被圣灵充满，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要常常感谢父神，要彼此顺服。哇，这8个要。你想想看，你哪个部分是要加强的？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可以来这一部分分享。那3不要呢？来一起读，不要像愚昧人，不要像糊涂人，不要醉酒。我想在这里醉酒的部分应该是想就是放纵啊，没有节制啊，因为提摩太也喝酒啊。在这里就是等于是放纵，因为酒到过量的时候，其实它某一部分就让我们自己的那一种可以有什么意思，整个都巴嘎嘎皮来想想看，有哪一些是你的旧人呢？然后再来，我们刚说要退，我们要那个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其实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讲，乃要被圣灵充满。他说：“你们不要醉酒，因为酒能够使人那个放荡。”后面那一句叫做什么？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看这世代整个历史，教会的历史讨论那个不要醉酒的部分比较少，讨论争议那个被圣灵充满的比较多都在讨论说，那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样子啊？那到底圣灵充满带来的复兴是要延续多久？总而言之这一部分一直是很有争议的但是我们看这是一个命令即便它很有争议，就是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式，但是圣经是一个直接的命令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你们要被圣灵充满。那我们看过去的历史，从那个五旬节门徒被圣灵充满了之后呢，到了那个1901年这当中我们来看，这当中就有一个五旬节的运动五旬节的运动之后也有阿苏萨的那个复兴其实韩国也有一个平壤大复兴那个都是圣灵充满然后在英国也有威尔斯大复兴这都是圣灵充满，都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然后他在那里一直祷告说，神啊，就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然后在那里祷告，然后圣灵就浇灌下来，然后来激动人心，带来有一些更新之后有一个五旬节运动，其实之后就是那个有一个五旬节的教派，比较像福派，因为通常圣灵浇灌就会让人
那个禁不住的就会呼喊出来说：“主啊，主啊，我为什么会过这样的生活呢？我真的是需要你。”好，然后一个圣灵更新的潮流，其实是在这个时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那个圣灵的这一个造法，哦，不要轻看圣灵的造法。所有在这一个世代，从耶稣离开了以后再来的这一个，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造访所带来的。那在这当中，我们圣经说，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什么呢？有2个方面，一个是浇灌式的圣灵充满，这个浇灌式的圣灵充满就是一个什么？充满就是动词了，它一直浇灌下来，一直浇灌下来。was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就是一直 filled。然后第二个满有式的圣灵充满，这个充满是一个形容词，他说 was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说你的 Spirit 已经 full of Holy Spirit， 你的灵里面已经充满了圣灵，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它已经内住了。然后那一个前面第一个浇灌式的是此刻，他正在带领你，他正在浇灌你，他正在要来充满你。好，那我们看一下说，那到底这2种有什么不太一样呢？一个浇灌式的，它比较是外显的能力，就是让你有一个恩赐，有一个侍奉的能力，这样子一个圣灵的恩赐。然后这个是什么样？这是圣灵按着他的心意赐给每一个人的。这我们有时候我看过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有人他在那当中，他就听懂了那一个人所说的那个外国话，他还可以当翻译有这样的很多的圣灵浇灌的所带来的一些见证然后这样子的是它的形态是一个什么侍奉期间有可能这个侍奉期之后就没有了然后再来呢，这个浇灌呢，它跟你的侍奉需要有关，就是在这个时候你需要侍奉，圣灵就会给你有这样的恩赐能够再做然后呢，它在这当中会带来你有怎么样？有一个火热的心然后有一个特殊的感觉。有的人可能会感觉到说麻麻的，有的人会感觉哇，好像那一种不一样，跟平常的感觉会不一样的其实这就是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做工。那你要怎么样呢？你就是一个委身跟一个顺服，在这当中，就圣灵的浇灌就会带领你进入在那里面。那我们再来看满有式的圣灵充满了，满有式的圣灵充满比较是内在的能力一个内住式的，它就是让你的生命是有见证，而且是有那个圣灵的果子的。然后再来呢，满有式已经 was full of Holy Spirit， 它是一个恩典中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恩典，然后你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对付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一个让你的生命一直在那当中就能够有一个像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样子。那这个有多久的时间呢？就我刚才说的成圣，就一生之久所以我们一生之久都要有圣灵要内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再看看，那满有式的圣灵充满还有什么呢？满有式的圣灵充满的话，它是需要渴慕追求的。这一点有没有打破你的那个？你不要以为你成我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得救了，那圣灵会不会充满？是需要追求的怎么追求？很简单主啊，求你来充满我，然后我要怎么样对付你自己的生命你要想要脱掉这个旧人，你要厌弃这个旧人。所以我们看其他的，不是我们长老会比较不会有这样营会。你看有圣灵追求营会，有没有追求神的营会他们洗礼的报名洗礼的当下就有一个叫做追求神营会，我记得是这样子就在那当中，那个浇灌式的圣灵就能够感动人就在那里渴慕，然后再进入什么？进入那个满有式的，就内住了所以内住以后要怎么样？你看第二个那个生命的破碎跟成长满有式的就是紫色的字然后他要怎么样？要不断的操练，每一天都在操练每一天对付自己，每一天对付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一直跟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
受那一种从唰下来的这样的充满以后，我们还要有什么？还要有一个成长很稳定的，你的生命能够见证，而不是哇，在服侍主的时候，大家看哇，好棒哦，结果他的生活怎么样？转眼之间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那个生命没有见证哎，那就不是真正的不是圣经的说要圣灵的充满。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圣灵充满有两种，一个是你的生命是一个很稳定的，有圣灵的果子在里面，所以这个浇灌式跟满有式要平衡，要平衡。那我认识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吴阿丹，他的教会在台南西化那这个阿丹牧师，其实他的名字，我们想说怎么会把他叫阿丹呢？又念到博士，其实他名字本来不叫这样子，但是当他大学毕业，然后到了又出国去念书的时候，念到博士，然后在教会里面传福音，他发现他的博士学位对他传福音没有帮助，反而会让他落入在跟人家辩论，或者是想要用他所知道的不管是读圣经的那个真理的知识、圣经的知识来说服人，所以他在那当中他就觉得很有挫折感，而且越变越变团了，那些人都越来越远离，他就祷告神，然后神让他感动说他要改名叫阿呆，然后他觉得不太可能怎么可能我名字要叫阿呆，这样大家听了就会觉得很好笑，对不对？懵大呆阿呆，但是又再一次领受说他的名字就叫阿呆。后来他跟他太太讲，他太太也是博士然后两个人他就改成那样，所以当他跟人家介绍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名字叫阿呆，想不到那种效果就很好，就是好像大家就会觉得，你怎么你的名字叫阿呆？那这个就很好记住，对不对？因为对着神，我已经是加最这类公公的啦。我的智慧就是神的智慧，是神的智慧成为我的智慧。就在这当中，我们这个阿呆牧师，他后来就成为牧师原本是在工作的，然后他40岁就回来台湾，20几年来他都在服侍的一些残障一些比较弱势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他虽然改名叫阿呆，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很软弱，而且他所服侍的人都很软弱，但是神不断在他的生命当中，还有他的教会里面带领。到现在他说他的教会也是人不多，然后但是他们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要成为什么样跟随耶稣的人。他的我觉得吴阿呆牧师他虽然读到博士，但他的信息就是很简单，深入浅出，就是十字架，没有别的。你要成为基督徒，你就是十字架的功课，你就是要拿十字架要来跟随主就这样而已而且这个牧师就自己以身作则所以他的生命也曾经有3次就这样子的一个袭击式的就在那当中能够胜过在他的疾病，所以他在长庚医院他们的那个医务团契的牧师，而且在那个在长庚医院里面就是祷告室所以在那里有一些事工。那很多人他曾经在医院里面，结果他自己的血压飙得比他要服侍的人还要高，那个护士在旁边想要救他还是救他的他其实他的身体有病的但是他在这当中没有关系所以你知道他的信念是什么吗？他说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都过世了，所以他很高兴如果过世了，他就是回天家看爸爸妈妈了，很高兴我觉得这一点很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你真的是不用担心其实牧师从5月初去做身体检查，然后后续有一个没有解决的东西，然后我就还要透过那个检查来明了，然后透过这个检查又看不清楚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又透过一个检查来看，那到现在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你想
你可能想说它是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医生一定怀疑说你那里是不是一个癌症，或者是长出一个不对劲的东西。说实在，医生刚我说的时候，我当下心里有一点沉重，然后我就想说，我告诉我的姐姐一起为这个来祷告好了。但是我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忘记了，然后回来就不会中弹了啦，那不会中弹就好了哈。后来我又想到很多人说，那就回天家啊，那感谢主啊！而且我一方面我有一个得安慰的是，现在的医疗实在是很那个，就是很高端即便是那个很痛的痛苦，它要扰乱我们的话，我的生命剩一点点的话，我很感谢主啊！疼痛不能赢过我，因为吗啡可以治疗，神给人的智慧可以治疗，所以我相信我到最后应该可以很和缓的、很安宁的，然后就 say goodbye， 然后很高兴的就回天家。所以我跟那个阿泰牧师刚好就在这一部分不谋而合。所以弟兄姐妹，这地上有什么可以胜过你呢？那一切的救人的性情的部分残累你了，或者是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没有办法更新，没有办法好像让神对你的应许，或者是说神在你身上他跟你所说的从那真理的话语对你的这些承诺，你没有办法领受。我们在这当中要很注意，因为当圣灵来充满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怎么样？圣灵也是有一点在扫干净我们内心里面的东西，做阿杂有没有？有时候心里面就是很乱七八糟的，很多的思绪。所以如今是圣灵工作的时候了。耶稣说你们要领受圣灵，要领受圣灵。所以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将我们内心里面各样的不同的思绪，我们就交托给神。这里有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6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圣灵来了。这他既来了就是圣灵，圣灵工作，他一来了，他就会照亮，然后让我们看清楚。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救人的部分那么多，其实你不仔细去想，你都觉得那些都跟我没关系。但是当你仔细去想的时候，就是圣灵，你愿意让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哪里得罪了，对不对？哪里怎么样了？虽然我只是小孩子。没有啊，我都没怎么样。但是当你在读刚刚的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读到说不要虚度光阴？你马上想到很白，浪费时间，然后就想到，那我除了读书以外，我什么时候在浪费时间呢？我刚说了，就是特别我们在那当中滑手机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圣灵充满当中来操练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有无限的空间可以成长的。那怎么成长？要在肢体里面一起成长，在团契里面一起成长，就是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分享，然后可以一起数算神的恩典，可以用诗歌、颂词、灵歌一起来歌颂赞美神，对不对？我上个礼拜母亲节我有讲过，有一个那个钟树敏妈妈，她有一个她有女儿是一个多重脑性障碍的，然后到了6岁才会走路。你看那个小孩，本来也是不可能说话的，到后来可以说话，她用那个五音不全的声音，她唱诗歌赞美神，那真的是美好啊！美好，她不是抱怨神给她长生命是这样的，乃是在赞美神。然后这个妈妈怎么样？就带着她的女儿一起在教会里面就成立一个宝贝，就是特殊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主日学。她就是让这些有残缺的小孩子，他们也在福音里面可以赞美神。可以学习将他们的生命敞开，然后知道神也在他们身上有恩典。那再来呢？我们刚刚讲说的交换式的，还有那个充满式的、满有式的，这两个交换式的圣灵充满，满有式的圣灵充满要平衡，
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刚刚诗歌我们在整个在那个赞美诗的时候，圣灵就会充满了，那个就是浇灌式的圣灵，然后也在培养我们那个满有式的圣灵，让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是越来越丰盛。所以弟兄姐妹，牧师要问你哦，那你要如何来操练你圣灵充满的生活呢？今天在这我们的讲道当中，牧师有说到，那我觉得能够激起你如何来想。那我们底下呢就要来分组，就是可以来聊一聊。那来好像是把你那救人的一些情绪，还有你的所有的那一切烦扰你的，或者是你无法去胜过的，就把它吐出去了。然后再来吸进来，吸进去是什么？就是神给你那个很新鲜的，好像那个圣灵的气息，然后再一次的把它吐出去，吐出去你所有的烦恼，吐出去你的怀疑，吐出去那一切好像扰乱在你的生命当中的，然后再吸进来，耶稣基督的新鲜复活的生命。然后再一次把那个救人的生命吐出去，再一次的吸进耶稣的那给你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人的生命，然后再一次把那个救人的生命给它吐出去，再一次的吸入那新鲜活泼属主的生命。再一次的吐出去那一切暗昧的、污秽的生命、不属神的生命，再一次的吸入满有光明的光明子女的生命。就在这一呼一吸的当中，我们来到主面前。你就在那个一呼一吸的当中来面对你自己的内心，跟神说：主啊，我需要你圣灵来充满我，我要脱去那救人的生命，我那在耶稣基督里面新人的生命要成长。我这个时候也需要你浇灌我。那圣灵的活水浇灌我，使我能够经历你那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不是来听说有你，不是从老师的口中，从我的父母的口中听说有你，从牧师的口中听说有你，而是我要来真实的经历。主啊，你是那可以触摸的主。虽然我们是好几代的基督徒，主，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可以触摸的，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主，你知道我们内心里面在想什么，连我们没有说出来的心思意念，你都知道。但是你没有将它显明，是因为你爱我们，你要给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一个跟你面对面的机会，就是说，主啊，我需要你。我自己这一个老我太沉重了。我虽然已经得救，主，但是我无法成圣，成为神你所要的样式。主啊，我需要你。我的生命需要破碎，我的生命需要成长。我知道你若是充满我，我的生命将带来影响力，影响我周遭的人，我的家庭。那些我看似好像无可奈何的、无能为力的、充满叹息的生活、生命，都要来改变。主，愿你
自己圣灵这个时候充满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也知道我们刚才每一个人所分享的，你就按着你的心意，按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你心目中你所要成就的命定，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光明的子女，让我们的生命是长进的。那一切老我的生命，那一切的救我，主啊，我们通通交出来，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尝到那新人生命的活泼。哈利路亚！主，我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自己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将不再一样。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我们必定有一个主你为我们命定的那一个充满荣耀的生命在前面，我们要往那个目标而走。感谢神，赞美神，愿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你生命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撒迦利亚书4章6节是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圣灵，让圣灵的江河在我们生命里面，如同永流的水，流不尽。让我们从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们借着这首歌，恳求圣灵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我愿主你喜乐，生命经历自由运行着你，在你宝座前，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生命经历自由运行着你，生命的江河流，自由永流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离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在你生命我们爱你，在你宝座前，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生命起来自由运行着你，生命的江河流，自由永流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离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弟兄姐妹，在这诗歌当中，我们今天这个时刻，就让圣灵如同神给我们很美好的礼物，不要让它空空的留在这里，而是把它带回家，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这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渴望、来寻求、来呼求圣灵，让它如同圣灵的江河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是真真实实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时每一刻，好不好？让我们开口来赞美圣灵，欢迎圣灵，祈求圣灵到你生命里面。那么这个时候，一短的时间，请着圣灵成为美好的礼物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好不好？开口来祈求，呼求他。哈利路亚，赞美你，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亲爱的圣灵。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充满我们，充满我们这五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圣灵里面经历，让我们就在你的里面，进入圣灵里的灵魂，何时充满我们弟兄姐妹，充满，个个充满，让不一样充满。也要从那旧的基础上面，要来
涌流出来一个新的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圣灵的活水，洁净我们的生命，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天父上帝长阔高深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活水江河与我们同在。